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我哋嚟睇一個新鴻基，歷年以來最大地盤面積以及最大會所面積達到148萬平方尺，全新上車樓盤西沙灣。首先，我哋嚟睇一個299平方尺嘅一房單位，一入門口就係一個小小嘅玄關位，左邊就係煮食嘅部分。而門口嘅右手邊就係雪櫃同埋備餐嘅區域，然後我哋就睇埋寢室嘅部分。整體嘅裝修係用咗現代酒店式輕奢風格，相信無論係對於用家定係租客都非常吸引同埋容易接受。接下落嚟，我哋睇一間422平方尺嘅兩房單位，一入門口同樣有一個小小嘅玄關位，門口嘅右手邊係一個超大 L 型廚房位。行前少少就會係走廊嘅位置，走廊嘅右手邊就係廁所嘅部分。最後好快睇埋主人房同埋客房。最後想講埋會所嘅部分，發展商今次真係十分寄誠意打造用家嘅天堂。而同其他近年嘅新盤一樣，所有單位亦都係附送家私，更加方便拎包即住嘅客戶群。多謝收睇今次嘅樓盤介紹，鍾意嘅記得 like、comment 同埋 share，我會繼續努力拍更加多唔同嘅內容。